高雄目前有12间庇护工厂帮助新兴中介者做这个训练。到对去年到今呢，这劳工局已经协助28个人去到社会食头路。不过，这当时天灾庇护工厂为着避免学员无法度适应外口的工课，希望因会当转型做合作社，互每一个学员做这合作社的员工，也或者职业训练的成果会当继续延续落去。老师正顶整届学员提直线，这一天数是高雄唯一甲彩虹的庇护工厂。以前工厂的学员若是合格，就会由劳工局转介到社会上去食头路。即马庇护工厂决定转型要正做合作社，学员毋但是员工，嘛是合作社的社员，会当说伙经营合作社，培养学员爱有责任感。囡仔伫遮是快乐的，因也感觉是快乐。至于因要趁偌济，因家己去拍拼，嘛互因知影一件代志，没有白吃的午餐。如果能够继续在这里有这工课通好做啦，有一点薪资可以当他的生活费啦，这种是阮做家长的人足庆幸、足欢喜的一个所在。庇护工厂会决定要带这的学员做伙经营，主要是学员若是由劳工局转介到外口的公司，家长拢真烦恼。囡仔的职业训练甲实际上的工课内容完全无同，有的囡仔会无想要去做工课。等于都好啊，伊讲他不要离开这里，出去是去做清洁工作。伊脚袂行，做清洁工作是要哪做？主要还是依照个案他的期望来介绍工作，会让他在外面呢一般性的这个就业职场上面去多试试。那如果说真的是还是没有办法去适应外面的一般职场，我们的庇护工厂还是会等他3个月的时间。高雄市目前有12间庇护工厂，拢总有169位新兴障碍学员，大多数拢是做正式的训练。虽本工厂按算年底转型做合作社，了面爱面对无政府补助的资源。不过工厂的老师表示，未来若改做合作社，毋但干那互这学员有技术赚钱，教育因独立自主才是上界重要的目标。记者邱兆阳高雄报道。